为了要化解这朝野对立，总统赖清德头一届邀请5院的院长，后礼拜下晡到总统府讨论国政，也等于是选举头一摆行使总统的院制调解权。总统府发布消息了后，立法院长韩国瑜虽表明出席意愿，也透过立法院发布正式声明。你讲话咱用徛的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就职进程，罗总统要邀请朝野庆贺团去总统府食咖啡。今嘛罗总统阁发出邀请，后礼拜一下晡要招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监察等5院院长去总统府讨论国政，等于是选举头一届行使总统的院制调解权。在农历年节期间，总统就责请潘孟安秘书长缜密的联系沟通安排，希望透过国政会商，以人民福祉作为优先，建构5院沟通的桥梁，也期盼凝聚朝野共识。总统府指出，总统深深感受到民众对社会安定、化解朝野对徛期待。根据了解，到时会讨论国内外政经局势的挑战，包括川普就任了后相关政策的应用，嘛希望沟通总预算案的争议，也有大法官、NCC 人事的规定等引起混淆的议题。希望透过赖总统和5院院长的会商，可以增进院际之间的合作，凝聚最大的共识，团结彼此。我们这一次的预算，监察院算严重的受灾户了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院际协商好不容易搭起来，总统搭起来一个平台，我们够跟立法院有做沟通。除了邀请行政院长到瀛台，考试院长周鸿宪、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荣，也让监察院院长陈菊因为身体无拄好请假，会由副院长李鸿钧代表出席。另外，立法院发新闻稿讲，立法院加做最高民意机关，代表人民反映民情，有责任转达，而且向总统来报告。院长会甲会长的建议，回去了后邀请朝野各党团做伙来协调，希望行政甲立法之间有良性的互动。其实，咱国历任的总统拢也未成功行使院制调解权。前总统陈水扁甲马英九的时期，分别因为天气核试的争议，甲318太阳花学运。计划要启动院制调解权，不过拢因为迄当阵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无要出席，怎啊无成？这一届创下纪录，罢免会加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